屬兔嘅朋友，2026丙午馬年對你哋嚟講係破太歲嘅一年。所謂破就係原本好好嘅事情突然出現裂痕，或者計劃到咗一半被意外打亂。呢一年你嘅情緒會比較敏感，容易覺得付出得唔到回報，但別灰心，破亦代表唔破不立，只要提前做好風險管理，你依然能平安度過。正月競爭壓力月，職場上出現強勁對手，或者係原本屬於你嘅機會被人搶先一步，注意保持冷靜，唔好夾硬同人爭，儲備實力先係上策。2月值月太歲，情緒起伏大，容易鑽牛角尖，建議呢個月適合靜，多睇書，做瑜伽，減少無謂嘅社交。3月亥月，注意人際，小人是非較多，容易因為聽信路言而同朋友、伴侶產生隔閡。化解，凡事親耳聽、親眼見，唔好俾流言蜚語影響判斷。4月財運小波折，容易有突如其來嘅開支，例如屋企電器壞咗，或者車要維修，建議預留一筆應急錢，以備不時之需。5月破太歲月，大凶破嘅力量最強，合約、感情或計劃最容易喺呢個月出現裂痕。化解，呢個月唔建議做任何重大決定，記得忍口，唔好因為一時氣憤講出傷害感情嘅話。6月三合貴人月，運勢終於反彈，有屬豬或屬羊嘅貴人出現，幫你修補之前嘅殘局。呢個係全年最適合放鬆同修復關係嘅月份。7月職場現曙光，工作表現得到肯定，雖然忙碌，但總算見到回報。8月衝月，意外防範，金木相克，注意手腳受傷或筋骨問題。注意減少劇烈運動，開車嘅朋友要特別留心路面狀況。9月六合月大吉，運勢極佳，貴人帶動財運，甚至會有意外嘅驚喜或禮物。化解，之前破掉嘅關係可以趁呢個月主動修補。10月三合合財，偏財運不錯，適合進行小額投資或參加抽獎。11月刑月，容易遇到無理取鬧嘅人，或者係文書合約出現糾紛，建議簽署任何文件都要睇清楚條款。12月平穩過渡，建議適合進行大掃除，將屋企嘅舊物斷捨離，像紙送走破運，迎接好年。強烈建議佩戴狗嘅飾物，因為卯戌六合，狗係屬兔人最強嘅貴人，能有效化解破太歲帶嚟嘅衝擊。2026年要保持屋企正東方、屬兔位同正南方，太歲位乾淨整潔，可以喺正東方放一盆圓葉植物嚟柔化氣場。屬兔人今年嘅口頭禪應該係順其自然。當計劃被打亂嘅時候，唔好抱怨，試下用另一個角度去看待，可能會有意外嘅收穫。屬兔嘅朋友，破太歲唔可怕，可怕嘅係亂咗陣腳。只要守住初心，凡事多俾一個 Plan B， 你依然可以穩如泰山。下一集我哋會講生肖屬龍嘅朋友，經歷完2025嘅波動，屬龍人喺2026能否翻身？記得點讚及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按埋隔籬個鐘仔。我哋下集見。